皆力争之事也，皆人道之本，所以同天之行，实干之道也。古圣人以道教人，开宗明义之语也。干卦六爻，乾坤的乾阳爻图，若遇之，则以特殊图耳。太极之源也，明是天象透明而浑圆，于人即性光之下，性有体而难显，为光见之。乾坤的乾呢，易经正是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。这个声音在念易经正是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。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善书图书馆有丰富的儒释道三家资源典籍，还有英文书为